我非常感谢神，我人生之中耶稣是我人生之宝，圣经是我人生之宝，圣灵更是我人生之宝。渴望认识耶稣，我带到一本圣经，从这个背福音书、背使徒行传，渐渐更多的来认识了耶稣。我渴望认识圣灵，圣灵就开始充满在我的心中。那个时候，真正耶稣改变我生命的剧本，我渴望更多的来带到这个耶稣，所有的我都渴望，只要是耶稣。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不但是渴望带到耶稣，其实耶稣也有个心愿，是渴望能够带到我们。我看耶稣是我生命的宝贝，我一天连睡觉都是抱着圣经的。可是，一天晚上，我突然间听到主在喊叫：“云弟兄，起来向西向南传福音，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”我认为那个也不是什么属灵的耳朵一想一梦，就是耳朵听到了，很清楚在叫我的名。每一个人遇见耶稣的经历不一样。我遇见耶稣的时候，第一个我去找我的妈，我说：“妈妈，耶稣在叫我往西往南，要我去传福音呢。”那是晚上差不多快10点呢。我的妈妈看着我：“儿子，你疯了吧？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惧怕逼迫，可是妈妈他们知道，西国的宣教士赶走中国的传道人，下监教堂拆毁，他了解这个。妈妈很厉害，中国的孩子们是听妈妈话的。妈妈说：“你去睡觉去，如果耶稣叫，他会叫他来找我来。我是老基督徒，我都没有听到嘛。一个有经历的人会了解我在讲什么。如果上帝让你做一件事情，你不做，可以来讲，你没有办法睡觉的。”第二天天一亮，我说：“妈，我昨天晚上没有睡觉，耶稣让我往西传福音，我今天不但往西，我还要往南传福音。”妈妈看阻挡不了了，妈妈说：“好，你跪下来，我给你祷告。”我兴奋地带上我的圣经，走到西部一个村庄。我突然间，那个圣经是放在胸口好，是放到头上好？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传道人拿圣经。后来我想决定，圣经比人高，因为这是神呢，在天上应该是举高一点。那个村庄人认为我是个奇怪的人，到每一家在喊的时候，很多人跟住，神就开始感动我说：“妈妈让你们跪下祷告，你要为这些人祷告。”可是神迹就出现了。当这个大多人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逼迫那时候开始临到。所以我17岁的时候就跟妈妈一起戴上高帽子，在大街上去游行。没有想到这个逼迫，有更多的人认识了主耶稣，教会就这样。哈利路亚。